因这4月份，台南关庙的王梨也开始进入采收期，拄好是品质甲口味上好的时阵。对此，关庙的南向合作社也将香港3月份的订单延到现在才来出货。8号上午优惠规装上10吨的货，将马上要送到香港，予国外的朋友会使品尝台南优质的王梨。材料无通买，咱准是拢去日本甲香港，阮今日是出头一季啦，香港的。较早，阮本来是3月份，阮就接到订单啊。阮3月份，阮为了品质问题，所以阮延到今日才出啦。因为迄阵来较甜，品质嘛较好。8号上午，市长王伟特也亲自来到南向合作社，除了肯定优质的关庙王梨，也针对日前外销新加坡的乌心王梨做出强烈的批评。就是有人为了贪图一时自己的利益，然后把这个未成熟的、把不良的鱼目混珠、混充好的台湾凤梨一起运出去，结果造成大家名誉上的损失。这种名誉上的损失，我不知道花多久的时间才能弥补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主委说要去补人家12吨凤梨，心里的这个不舒服就可以解决的。所以我希望说，不要老是让这个好的凤梨农或好的凤梨品质跟着受累。希望这些造成黑心凤梨的人自己出来说清楚、讲明白。我们也会顾好，就是说我们会要求我们自己台南的这个凤梨品质严格自律，如果不做好的话，我们也一样处分的。市长也强调，为了确保台南水果的品质，农业局也拢会对源头做好管理，只要品质优良，就会大力来支持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哪一班的凤梨出口到哪里，要做详细的产销履历，个人造业个人担，个人的凤梨也个人负责。所以说，好的凤梨我们绝对加以 promote， 不好的凤梨我们绝对要揪出来。那这个田间管理跟安全性很重要。今天我们的凤梨，这里的凤梨，出去的凤梨都有经过 SGS 的检验，所以安全性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那另外就是品质要好吃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求的目标。那如果说有违背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一定这个严格的惩处，不予宽待。农业局长谢耀清表示，现在台南的王梨进入产期，农民只要用心来栽培，政府一定会积极来协助。除了国内的市场，也会积极拓展国际的行销，确保农民的权益。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